统一师啦啦队 Uni Girls 迎来韩籍新成员文慧珍、安慧智，两人在首场个人秀中穿上蓝色水手制服，海军领系上蝴蝶结，搭配百褶裙，可爱又有活力，吸引许多球迷的目光。这套制服其实是台南佳琪高中的校服，曾被选为全台最美制服。知名韩国女团 aespa 的成员 Winter 和 Karina 也都穿上同款水手服亮相，胸前还绣有中文名字和特制的生日学号。其实应该也有蛮多人都不知道佳琪，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好像也会让更多人知道佳琪这一所学校。学姐好，我们学校9月也有去韩国的教育旅行，对。那我们也期待能够在韩国能够发掘更多的韩国文化。舞蹈班还特地排练了 aespa 的知名脖子痛舞，不过会穿上佳琪高中校服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粉丝特制的这些制服带到韩国参加签唱会，没想到真的被偶像们挑中穿上。我想这也是另类的一种就是台湾之光，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制服的部分来做了一个台韩文化的交流。佳琪高中的制服深受学生喜爱，其实是民国76年才被校内的流行服饰科设计出来，在台南具有高辨识度。还有国中生为了穿上这套制服，努力读书，考上佳琪。记者周怀谈的报道。